香港天氣潮濕，牆身容易發霉剝落，想打造一個歷久常新嘅安樂窩，油漆工程絕對不容忽視。Pricewise 實為創造家，堅守8層防護工藝，為你建立最強防潮根基。第一步會先鏟底重新批灰，徹底清走舊漆層，隨即油上一層防潮底漆，阻隔水氣滲透。之後進入分層批灰環節，每一層都要厚薄適中，而且分開3層，逐層批上去可以確保牆身平整，減低日後乾裂嘅機會。完成批灰之後，就需要打磨牆身，磨平細微凹凸位並清走浮灰，令底層回復平靜。最後面漆階段會均勻油3層乳膠漆，每層需徹底乾透再油下一層，既加強防護效果，又令色彩持久飽滿。由底層處理到面漆工程，Pricewise實為創造家團隊會嚴控每個環節，確保工程符合標準。想了解更多裝修知識，歡迎揾我哋專業團隊傾下。